Hi，大家好，我係 Sam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杯來自16世紀英國海盜 Francis Drake 嘅一杯經典雞尾酒 Mojito。話說喺16世紀之前，有個英國海盜叫 Francis Drake。當佢嘅船經過古巴夏灣拿嘅時候，為咗救佢患咗壞血病同痢疾嘅船員，用當地居民攞嚟嘅甘蔗酒、青檸、薄荷葉同糖調製出一種帶有藥效嘅飲品，而呢種飲品就係 Mojito 嘅前身。Mojito 唔止係雞尾酒，佢代表咗古巴嘅陽光、音樂與海風，更加係加勒比海文化嘅縮影。如果大家想睇到更多我哋做嘅雞尾酒短片，歡迎訂閱 Spirit in Motions 酒商與調酒師合作之下所帶俾大家嘅體驗，更希望能夠提升消費者對酒類有更多嘅認知。